连兄弟平安，咱来甲医生先唱一摆。咱先来唱第一首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李古宪熙是用4/4拍子，李秦宪熙用2/2拍子，2/2拍子较对，较会好势吼。我讲，来，你站起来。咱所信的救主，咱是清醒歌课，就会得到保守变来。因我在所信的救主，我清醒歌课会得保守，为保守所交托的，为保守的高比例。咱三个安静来敬拜。兄弟姊妹平安。这时咱做伙安静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
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学老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也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时，咱用圣诗284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来阿罗上帝，请起你用全首。坐。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至圣全能的上帝，打阮到你的面前，压头服落敬拜你，学落你的名，万物拢是你创造的。拢属于你，愿阳光归伫你，恳求你，互阮伫你的面前有安静的心，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全能阿爸天父，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有侪过失得罪你，独独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人民人的主啊，阮为着一切的过失，心中愁苦，恳求你赦免你的主，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天父啊，求你的圣神临到阮的内面，教示阮知影家己的软弱。求你，互阮有清气的心，甲正直的灵，来跟对你，来服侍你。当
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在礼拜中引带阮，开阮的耳孔甲心灵，来听你的话语。感谢耶稣，阿罗耶稣。当阮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讲。愿是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的名教，你的旨意你行，伫地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天光归向北上帝，日光升天显示三位上帝，大地的大地的，将来咱做伙来启应，今日启应文是启文22篇，启文22篇是出自诗篇95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啊！咱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救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合地极清的所在，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就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是要来讲读上帝的话。今日圣经是出自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到23节，第9章19节到23节。19节，我虽然是自由的，无受人管辖，无受人的约束。毋过为着要得到搁较侪人的来信主，我诚侪正人的仆人。对犹太人，我着做犹太人，是为着得到要得到犹太人。虽然我无受摩西的律法的拘束，却做律法的人，是为着要得到律法的人。对律法外的人，我就做律法外的人，是为着要得到律法外的人。安尼，毋是讲我无遵守上帝的律法，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约束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我诚侪软弱，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对倒一款人，我就做迄款人，用逐款方法要加救一寡人。我做即个拢是为着福音，目的
是要甲人分享福音。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将伊的话刻咱的中间。即时要请诗班来学老，因要学老的是学老我主。今日是台湾圣学院的台湾医圣院奉献助理李德建的干牧师代表台神来请安正道。伊要正道的题目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林牧师甲各位中一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虽然外口咧落雨，但是阮求愿带着较慕、带着敬畏的心，要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阮知影，你是使阮看顾阮的天父，你用你使阮的宝座，为着阮备办逐样的恩典，互阮会当踮伫你的内底，阮的心安稳自在，也互阮会当会当安享伫你的怀抱。主即时，愿你的话，愿你的圣神感动，也伫阮的中间引带甲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我们做伙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你来成做阮的快乐，也引带阮行伫永远的道路。愿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互我有这个机会，会讲代表台湾圣学院，算是我的母校，来到咱南洋教会，甲大家来分享。当然，伫这个一开始，我真简单来自我介绍啦。我想这应该是我来到南洋区牧会头一遍伫咱南洋教会来讲道，也伫这个中间，我想可能侪兄弟也知影讲过去有一个甘牧师来到立德港教会接续张丽丽牧师伫立德港的服侍。我甲这个耀兴牧师啦，阮两个拢是对台中来的。其实耀兴牧师当然较早咧台中较无机会互动，但是阮伫台中算是同一区的伫台中中会。阮是对伫3当前来到2021年的8月份正式来到立德港教会来牧会。当然阮是专家啦阮有一家即啊安尼，即个相片就是一家6口6口，加中间迄只猫仔啦即只猫仔是阮来到基兰了伊厝边的迄个阿公送互阮查某囝的就安尼到即马感谢主我伫对这个2011年大概是13当前对台湾圣学院毕业所以即马伫即个过程中间毕业了后受派到伫高雄的真经教会我伫遐传道的时间，然后服牧了后摕到牧师资格了后，到伫台中的搬顶教会伫遐大概有6当外的时间。所以我伫高雄、伫台中大概前后啦，大概10当的时间，所以然后伫3当前到伫即个立德港教会来服侍。感谢主，就是上帝带领阮全家，互阮有伫无共款的教会，有无共款的操练，特别咱拢知影过去，若是知影高雄真经教会，也是台中搬顶教会，拢是较属地、较大间，也是讲咱讲人数较侪的教会。到伫立德港教会，是咱讲较弱小的教会。过去咱的南洋区，但是我也感谢上帝就是上帝互我过去伫大教会有真好的操练，有真好的装备，互我会当带着这个经验，带着伫大教会这个资源，到伫细间教会，到其较弱小的教会来成做弱小教会的帮站啦。所以我想，当我要来到这个较弱小的教会时，大家拢会当，其实足侪咱厝里的长辈，也是足侪牧者，其实拢真反对啦。为什么安尼讲？一般来讲咱传教者的训练拢是毕业了后去到庄脚弱小的教会，然后摕到牧师资格去大间的教会。我甲人颠倒变我是毕业还是去大间教会，结果安怎？然后大间教会离去小间教会，弱小的教会。但是对于我来讲，为什么这个过程的中间颠倒？我认为啦这是上好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因为我若是毕业初就到伫弱小的教会，迄时我无经验也无资源，我要伫一个弱小的教会帮助伊会当徛起，其实足困难的。但是我感谢上帝，因为我过去10当的这个训练伫大教会的这个经验甲资源，所以我是上适合到伫弱小的教会，互我会当带着即款的经验甲资源来帮助弱小的教会。当然，伫即间教会，咱拢知影讲伫咱教会过去有真侪的这个困难也咱来用教会的中时同工正兄弟姊妹过去也拢来诚做即个伫咱教会真好的帮助甲支持。阮来到即个所在了后，我嘛通过教会的历史，较了解讲，其实伫咱教会伫今年庆祝141年即个释教的历史。当然，即个历史的中间要互咱看见啥物？我想通过这个历史，我想搁较重要的是，互咱的教会继续亲像咱今仔所读的，就是我保罗所讲的，我做这的拢是为着福音。目的要甲人分享福音啦，就是保罗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那福音的好处。”其实，伫咱教会诚做一个马街设立教会，对咱来讲，迄嘛若是历史，嘛搁一摆来提醒咱，就是继续带着宣教的使命。当然，我分享这个资料就是，这是马街1875年
1875年吼，就是对离今天吼大概150这个已经足长的。当然马街吼，伫即个来到淡水了后，过冬吼，伊就来到宜兰即个所在。吼，通过这历史的条案，咱就知影马街到伫立德港，即个较早是一个港口的所在，开始设立教会。啊，过去的立德港嘛是一个真热闹的所在，而且伫即个立泽老街啦吼，咱知影啊，立德港的老街顶悬过去真侪人也伫遮真侪做生意的人算是讲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所在。当然因为历史的变迁渐渐即个所在没落啊，但是教会犹原伫迄个所在继续要来成做上帝的工作。过去咱可能拢知影讲，立德港教会是一个历史真久长的教会，但是咱知影讲，为虾米即个历史会遮尔久长？其实毋是讲立德港教会伫即马即个所在有141档的即个历史啦。教会徛起迄个所在差不多780档，但是为虾米教会历史会用着141档啦？因为教会历史是对伫马街头一间设立的教会叫做保罗神学院教会的历史来算的，就是1883年。为虾米要用保罗神学院教会历史来算？因为伫这间教会其实当马街伫甘仔咱人的中间建立30几间的教会了，但是马街离开了，这个教会嘛一间一间收开，所以马街离开了，迄时伫高铁地区这个教会，特别这4间教会大概拢无伫个啊。无伫个了喏，这4线的这个基督徒定生伫立德港教会，就是即摆的所在，定生开始聚会啦。所以，咱教会为虾米会当用这个保罗神学院教会历史来做这个开始？就是伊所代表的是过去这4间马街所设立的教会，因所留落来的信徒做伙伫咱教会开始。所以伫咱教会其实伊是代表4间教会，4间教会历史，也代表这4间教会所留落来这甘仔咱人继续伫立德港教会这个所在来组织。所以伫立德港教会内底。当我拄到的时，大概8成以上拢是咱讲甘仔咱人的后代啦咱遮拢甘仔咱人咧聚会。所以上帝互这个教会伫过去甘仔咱人的历史中间，一直到伫现代。伫这历史中间，咱要看见的是，其实是福音。福音就是这个相片，甲大家分享。咱敢有看过这张相片？无其实这张相片，咱看伊所穿的衫，就知影讲伊是原住民，特别是宜兰的原住民，就是咱头仔佫讲的，就是甘仔咱人这张相片真有意义，因为即马咧研究这个甘仔咱人历史的学者伊拢爱通过这张相片，较会当知影讲当时的甘仔咱人的妇女因所穿的这个服装是啥物款的形式。所以这张相片有人讲是马街，也是讲马街的学生。伫伊宣教的时，140当前，所翕落来的即个相片。即个人，甘仔咱人的名叫做该阿云呐，接阿云呐，接阿云当然，咱知影为虾米说该，就是因为当时甘仔咱人因为受到马街的影响，所以后来因汉化的时，真侪人就拢冠接姓啦这我想这拢咱会当知影所以有时你看呢，有人姓该的，阁是原住民，大概迄拢是甲马街有关系这个妇女叫做接阿云。这个接阿云呢，其实伊为虾米会姓主？主要是伊的爸爸叫做接阿杜阿杜这个阿杜伊是虾米人？伊是达马烟教会达马烟咱知影达马烟伫倒位吗？达马烟就是即马的头城啦的所在当时迄是马街头一遍来到对淡水厅到伫甘仔咱厅爬山安尼对伫迄个淡水安尼爬山到伫头城伊拄到的一个原住民的社叫达马烟社当然，这个宣教的过程中间马街真积极，就是对伫这个甘仔咱人来传福音，
受到反对，但是反对的中间吼，咱讲拍断手骨颠倒用啦，佮继续用遮个感觉咱来传福音。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吼，本来即个起初即个接亚云的爸爸吼阿杜，伊是即个达玛烟社的头目，对伫马街是非常的反对。但是伫伊的拍拼下面，渐渐有一遍吼，马街的日记又写着讲吼，即初真反对，甲伊赶出来。但是有一遍安怎？咱知影马街伫台湾宣教的时候，伊是用啥物方式咧宣教？着挽喙齿嘛，对无？所以有一遍吼，司机教啊，啥人讲司机教啊？就是即个阿杜吼啦，喙齿疼吼。虽然伊一开始真反对马街，但是无法度安怎，喙齿疼。咱讲有求于人啦吼，所以咯，伊就真正疼甲无法度，只好安怎来去找马街。马街嘛无因为过去伊家己赶出来，就无要家己医，当然就安怎，就帮伊挽喙齿，然后好了吼，即个接阿杜吼，即个阿杜，即个头目吼，好了安怎。哇，足欢喜的，然后安怎，若是无反对福音，颠倒安怎，将伊的厝奉献出来，诚做安怎，诚做礼拜堂。所以伫教会历史中间，这是一个真水的过程，就是马街初从反对到伫互人接纳，甚至到伫即个阿杜头目带着因全社的遮个感觉咱人做拢来信主，将伊的厝献出来，诚做礼拜堂。当然，即个阿杜伊毋若是信主，伊嘛带伊的查某囝做伙来诚做马街学生。所以，伊的查某囝嘛，因为安尼，接阿云，伊就缀马街到伫当当时伫淡水，即马伫真理大学内底叫做淡水女学堂，迄是头一间台湾的女子的学校，来受遮个教育，受遮个训练。所以，即个接阿云伊是马街伫淡水的女学堂的头一批的学生啦。当然。即个历史的背景有人讲为虾米即个淡水女学堂头一届遮个学生拢大概拢是原住民，因为当时咱讲咱的汉人的社会内底普遍无要互咱的女子来受教育啦。较早有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马街头一批的遮个女学生拢是遮个感觉咱人。即个接阿云伊毋若是足认真咧学习。甚至后来诚做马街真好的同工，就是伫即个女学堂内底诚做社监，就是甲马街做伙同工来管理遮个女性的遮个学生。当然，迄时的女性因受到遮个教育，受到遮升学的训练，无法度诚做传教者。但是较早伊的身份叫做安怎？叫做宣道妇，宣道的妇女啦，宣道妇，就是因就是来帮咱遮个宣教师，伫宣教，伫即个福音的中间来诚做真好的同工。所以当遮个接阿云伊受遮个训练了后，伊头一项代志就是甲马街对伫淡水厅继续来到基兰即个所在，就是伊就诚做伫感觉咱人中间宣教一个真重要的角色。特别伫历史的中间讲到即个接阿云伊毋若是引带遮个感觉咱人的妇女，也是感觉咱人来信主。另外一个方面，福音对伫即个感觉咱人将福音传到汉人的所在，就是当时。所以，咱知影即个接阿云其实是马街一个真重要的同工。当我伫看这个历史的中间，我就发现一段真互我足感动的一段历史，就是讲到安怎，即个接阿云当伊咧传福音，特别伫基兰地区的时候，伊将即个福音传互一个人，叫做安怎？李查某，较早的人号名大概拢是安尼啦，伊是查某的，姓李，就叫李查某，伊就将即个福音传互李查某，即个李查某是汉人，李查某为虾米伊要传福音去？即个寡妇一个寡妇叫李查某，伊带着伊的囝叫张金波啦，张金波，伊的囝破病啦，继续找人医拢无法度好，所以安怎？即个历史的中间就讲到。对伫即个接阿云，头仔咱相片看到即个感觉咱的妇女，伊就引带伊安怎去听道理。伫即个中间上帝也医治伊，治治伊的即个后生叫做张金波。所以即个过程中间，即个李查某就带着伊的囝张金波，互马街来领洗礼，而且过无偌久，张金波就进入即个牛津学堂，就是也是马街伫即摆真理大学内底所设立的即个学校。
伊的妈妈嘛伫咧中间读女子学校，所以即个讲到张金波20岁毕业，就伫网教来服侍，而且毋但是伫网教，嘛爱来到伫当时的老啊，就是感觉咱人的车来这里服侍，因为伊嘛是宜兰人。我讲我看到即个历史的中间，我才发现讲原来我甲即个感觉咱人有即款的关系，这是我过去无想到的，就是因为即个张金波即个牧师啦，网教过去伫网教后来传承教会，伊是安怎？伊竟然是阮太太的阿祖啊！你知影无？我来到遮，我才知影竟然伊是阮太太的阿祖啊！因为阮甲我太太交往的时，我是初代基督徒，伊是第5代。啊，我讲你第5代安怎算？伊讲对伫因太祖，就是你查某开始算嘛，到伫第5代嘛。所以即个过程的中间我感觉讲哇，上帝的手实在真奇妙。其实我来到日底间教会时，我完全毋知影即段历史。是我来到遮会发现讲，原来我转来到即个所在，有一种意义。迄个意义就亲像讲，哇！原来阮的牧师娘，较早因的家族，因为感觉咱人的原因来信主，甚至诚做传到遮。即摆安怎换阮转来服侍，感觉咱人，你知影即个关系，就是通过即个关系，互我感觉有一个真大的感动，就是即个相片是张年龄牧师啦，少年的时伊的爸爸张坤元牧师妈等即个秀桂长老啦，跟秀桂长老的妈妈迄是个长老。因迄时留落来相片，我想伫即个相片中间，我若看见讲，原来过去即个牧师娘因的家族，甲即个感觉咱人的关系，原来是遮尔就是伫历史中间，是有即款的互动啦，对伫马街的宣教，到伫即马，阮甲阮牧师娘，到伫日咱教会服侍，拢甲感觉咱人继续有即款的互动。所以伫即个历史中间，我其实要分享的是，咱为虾米要诚做分享福音的人啊？我想真重要的就是，咱咧做的，咱所传的，其实真正超过咱的想象啦。我讲超过咱的想象，咱哪会知影讲，哇，阮将福音传互即个人，原来伫140当了后，因的下一代有一天甲我。甲我的后一代，有即款的关系啊！这互咱看见讲，上帝的工，也是上帝的作为，实在奇妙啊！所以咱传福音，是因为互咱看见讲，当咱若是愿意传，通过传福音的过程，咱就会当看见上帝结水的工，看见上帝结水的计划伫咱的中间。所以圣经讲，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这人的脚中何等佳美！其实咱每一摆传福音，咱就是要看见上帝结水的故事伫咱的中间。所以这个马街的故事，互咱知影讲，这是伫咱教会对1960年，伫遐老街开始，然后到伫即马有2楼。当然，阮即马要开始定性来建堂。我要通过这个历史，诚做一开始的分享，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今仔日咱的教会，也是咱的神学院，不管是咱要训练传教者，也是咱伫遮组织，我想咱会记得，咱的组织是为着要来回应保罗甲咱所讲的，我做遮的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但是要分享福音，我想，搁较重要的是。保罗伫今仔圣经的中间，对咱的勉励就是：咱什么款人，咱就做迄款人，用逐款的方法通救一寡人。就是保罗咧讲的，就是咱要分享福音，但是咱爱首先了解讲，咱要分享的对象是啥人。就亲像马街伊来到台湾的时，伊要分享的对象是啥人？是同样是会讲，不管是原住民，还是讲遮汉人，所以伊为着要伫因的中间来传福音，伊真重要就是安怎爱学习因语言嘛。所以马街伊爱学遮台语台湾话，还是讲马街伊爱甲遮让台湾人来生活做伙。但是到伫咱现在，咱知影，咱面对着无共款的族群，面对着无共款的对象。
什么是咱会当亲像马该啊，亲像保罗所讲的，咱什么款人就做迄款人。哦，这张相片是阮对去年十一月份对伫旧堂为了咱建堂的所在搬到临时礼拜堂。伫迄时，阮有一个大合照。感谢主，伫即个大合照的中间，我嘛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互上帝，互阮的教会对起初，阮去的时，主要拢是较侪是年长的长辈。但是感谢主，互阮过去这3年的时间，阮会当看见搁较侪，或者青少年，也是讲较年轻，或者的信徒来到教会。为什么会当看见这个教会会当有这个新的信徒，也是较年轻的对象来到教会？其实这是因为上帝互阮的教会有机会来开始做一寡的更新甲改变。迄个更新甲改变的目的，就是阮看见这个人的需要，以及为着因什么款人，咱就来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影响因。这是阮来到教会时，咱知影伫旧堂，咱有的人可能有去过，咱伫2来礼拜迄时，可能咱拢知影讲伫咱教会的即个特色啦，迄时我拄去的是教会有放安怎，有放桌啊，对无？咱知影为虾米教会要放桌啊无？咱遮咱就无放嘛，对无？为虾米？方便咱会当现圣经、放圣经做笔记嘛。当然这是头一项，第2项我讲为虾米放桌啊？有同工甲我讲啥会知哦？讲无啊，因教会就安怎？教会就真少人啊，主要桌也会当放啊，意思讲真少人啊，放桌啊，感谢主阮即摆教会毋免放桌啊。这个意思是讲，感谢主，当教会伫今天的中间，当然阮就无搁放桌啊。伫即个过程中间，教会当然有真侪的困难，真侪的挑战。特别我想咱拢真关心，有些教会要建堂，主要伫咱教会伫即个历史中间有真侪所在咱讲已经拢真侪困难啊，伫教会空间。特别甲大家分享一个，我感觉迄是上帝带领的见证，就是这是教会的厨房的所在。咱毋知有看过无？教会厨房的即个天花板注定是安怎？是因为即个漏水大概有淡薄仔塌下来迄时教会只有用即个咱讲塑胶布啦，甲伊顶开固定的，莫互伊规个塌落来所以安尼就顶伫即个所在所以我去到初来到教会时，我讲哇，这个教会实在是大家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厝顶拢个落落来啊，搁继续伫即个所在。阮伫旧年阮就为了要建堂，也包括即个教会空间，实在是真侪困难所以安怎，阮就到伫临时礼拜堂。要到伫临时礼拜堂前一天阮拜六我就招这兄弟姊妹讲咱来做咱来整理来搬一寡咱要搬去礼拜堂的物件，临时礼拜堂的物件。阮有姊妹就伫厨房遐准备搬一寡物件要过去嘛。阮就伫头前安怎，哇，听到迄个姊妹哀一声啦。为什么哀一声？哀真大声？为什么？原来伊安怎？伊整理好摕物件要对厨房搭出来的时安怎？厝顶安怎崩落来啦？哀一个足大声的啦！阮惊甲讲随撞过去，就讲哇是安怎？原来厝顶崩落来。为什么这个过程中间，咱看见上帝的带领？为什么？你知影为什么无？因为头一项，感谢主，上帝的保护，互迄个姊妹安怎？若是差一步伊落去安怎？伊叫跌着，就受伤啊！这是对咱来讲是足大教会足大的伤害。第2项是啥？你知影讲即个厝顶即个所在阮隔工无伫遮聚会。你知影？阮隔工就是即工是拜六，隔工礼拜，阮伫新的礼拜堂，阮无伫遮。这代表上帝安怎？说主啊，你实在讲生笑，你互即个厝顶挡到最后一工啊，就是阮对隔工开始，阮都无伫即个所在聚会啊，所以迄个厝顶安怎？咱讲挡到最后一工，给放落来敢若迄个厝顶咧甲阮讲安怎？甲阮讲我功成身退啊，时间到啊，我会当落落来安尼。所以当阮搬到即个临时礼拜堂的时，阮心内其实足有平安的，因为阮知影讲哇，上帝你的时间，上帝你的带领。所以有人常常咧甲我讲牧师你建堂足辛苦的建堂当然是讲建堂足辛苦的，建堂
但是我嘛常常分享讲，其实拢伫上帝的手中，上帝的时间啦。上帝若是要互建堂继续读落上，我嘛甲上帝讲哦，上帝啊，我袂甲你求讲，阮几档前、几档内要甲教会起来，免上帝你有你的时间，上帝我相信你有你的时间，吼。你知影伫咧教会讲建堂是讲偌久，你知无？我来伫咧教会，我咧现迄个小会记录的时候，咱知影伫咧教会讲建堂讲偌久，吼，讲至少超过30档啊。你知影迄个建堂的计划哦，对张牧师伫的是咧落咧计划讲要建堂，要建堂，要建堂，要建堂。所以其实是足久长的时间，包括要伫即个所在建堂，也是要买土地，也是即个中间有啥物款新的计划，就是我看迄个小会记录，哇，30档的时间一直咧讨论，但是每一摆一讨论，到后来拢无法度起来。所以有人讲，为什么我会当建堂？我嘛毋是讲我真熬，我是讲嘿，过去都已经讨论30档啊，我只是时间到我遮已经够。你听我意思吼，就是我真做一个传教者，其实毋是讲我会当来成啥，我会当来成就啥。其实阮拢是徛伫历史的中间，因为过去的人因的努力，过去的人因的拍拼，我徛伫因的基础的中间，到伫即个时间继续互教会来起造。但是我想，毋若是要建堂，就是要看见迄个看会到的教会啦。吼，咱用教会嘛准备要建堂啊，吼。当然，我毋是咧甲恁讲吼，爱30档哦，吼，我也是讲，或是讲你这间教会当然迄是足早，吼。但是咱知影建堂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也常常甲兄弟姊妹讲吼，咱的建堂的中间哦，搁较重要。咱毋若是要起迄看会到的教会，咱就爱起做迄个看袂到的教会。迄啥物叫看袂到的教会？迄个教会伫希腊文的原文内底叫 ekklesia。教会即个字的意思是啥？受上帝呼召的一群人啦。所以啥物是教会？毋是迄个看会到的教会教堂，搁较重要是安怎？有一群人受到上帝呼召，迄个就叫做教会。所以咱要安怎起做迄个互上帝呼召的一群人？我想迄个搁较重要。就是咱来到即个来到教会中间，咱互教会成做教会，是因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带着上帝呼召。就是咱要安怎成做教会？就是咱坐伫遮，咱知影，咱是一个有上帝呼召的人。咱是一个有上帝召命、有上帝竞选、有上帝对伫咱生命结水计划的人。所以咱伫遮成做教会。是因为咱要伫咱所徛起的所在来成做众人的祝福，所以这是我来分享这段圣经，就是咱毋通袂记，咱伫遮组织，也是咱的组织，毋管是咱的升学教育，也是咱的安怎，咱的教会的栽培甲牧养，我想一个重点就是保罗不断咧提醒的，互咱来成做一个分享福音的人啊，就是咱所行的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咱的教会起造，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要甲人三角有分伫福音。哦，当然，我时间的关系，我短甲大家分享，就是阮的教会伫即个为着要互教会成做分享的教会，咱要安怎做？当然，伫咧中间，阮就爱开始咧思考讲，咱的对象伫倒位。就保罗所讲，啥物款的人？当然，教会无青少年。哦，阮来到教会时，教会。其实已经无啥物青少年啊，所以阮就只好安怎去甲学校的内底，甲学校的主任、甲校长讲，阮敢会当来服侍学校的学生。但感谢上帝开路，互阮会当开始，我来到伫咧头一档，阮开始引带学校的遮学生，通过骑脚踏车，通过带因出去游山玩水吼，来引带因渐渐入来教会啦。哦，所以你讲要做青少年事工吼。爱有啥？爱有哪？爱有啥？爱有体力啦！爱有体力啦！吼，我有发现讲吼，这有人讲吼，我是真注重运动啊。为什么爱运动？因为我若是无体力，我实在是无法度吼，甲遮个青少年安尼吼，死过去安尼。啊，为什么爱甲因死过去？你知影青少年吼，要服侍因吼，你无法度叫伊安怎坐伫教会内底听你安怎讲道啦。对因来讲安怎，你着爱安怎带因出去。吼，所以阮来到教会时吼，阮实在是每礼拜吼，阮拢伫教会集合，然后就出去啊。
就是阮教会只是集合的所在啊，毋是聚会的所在。聚会的所在伫倒位？伫外口啊，死过去安尼。所以感谢主吼，互我真正吼趁有体力的时吼，来紧做这个代志。因为将来我毋知我敢有法度继续安尼传。啊，所以就全死过去。伫引出来过程中间，感谢主吼，渐渐这核心来到教会，也渐渐也因为这核心哦，阮咧做啥？阮就开始做敬拜赞美。因为保罗讲，什么款人就爱做什么款的方式。因为这青少年因的用压，因对伫信仰的体会，毋是咱讲较毋属伫咱就传统的信息的方式，所以咱就为着因开始安怎唱一个敬拜赞美，开始为着因用欢喜来敬拜。就亲像咱教会，咱嘛为着可能为着青年，咱有第二场欢喜的礼拜。我想这种是咱咧努力的，就是咱来望咱的教会会当为着因来帮助因，用因的方式来明白经验上帝。所以当阮开始安尼做的时，阮为着因做一寡努力，毋但是安尼，我甲真把机会来进入社区啊。这个相片就是我开始伫社区中间有一个，除了是牧师以外，有一个真重要的身份，叫做啥？叫做感觉咱人历史的安怎一个文化工作者。因为即马真侪人来到咱教会咯，就是足爱请我分享啦马街甲感觉咱人的历史啦。因为真侪人对伫感觉咱人的理解甲认捌，第一手资料拢是安怎爱通过马街的日记啦。马街日记是所有咧研究感觉咱人，毋管是基督徒还是毋是基督徒，你研究感觉咱人一个真重要历史的资料啦。所以过去我伫社区中间，包括过去即礼拜我接待2个团体，我拢甲伊分享马街伫感觉咱人中间的这个历史。通过马街的宣教的故事，互因会当认捌感觉咱人过去安怎生活伫即个土地。所以上帝感谢主，互我有即个机会原来教会历史会当成做福音的一个真好的机会。所以即个中间，阮也伫圣诞节伫中秋节这是我们的中秋节啦也感谢主，阮为着要成做福音的缘故，阮开始招即个社区的人对伫头一档，阮30-40个、50-60个70-80个，阮今年阮办伫思清河外口的所在。你知影迄天来偌济啊？要200人。阮迄天忝工，阮隔工就甲同工讲，明年阮爱限制，无安尼伤忝啊。因为阮教会差不多30-40个人200个人，阮来服侍伊啊。但是当然忝是忝，但是我也甲遮个兄弟姊妹讲互咱的教会安怎会当成做一个影响社区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通过安尼，互人有机会来听见、认捌福音啦。所以虽然忝，但是阮通过这个过程这是去年圣诞节，阮就对教会刷到立泽简活动中心。所以我嘛感谢上帝，因为安怎，我甲常甲这个立泽简活动中心的这个主任讲感谢有恁的，若是无有恁，阮毋知圣诞节要去倒位找所在。因为阮即马办圣诞节，为着要互社区的人，为着遮福音朋友会当做伙有份来听到福音，所以阮即马拢圣诞节拢一定超过100人以上，要将近200人。所以阮爱实在是爱有一个中场地啊，所以感谢主，互阮有一个立泽简思清的活动中心。所以阮一定固定圣诞节的主日阮拢甲思清的活动就是即天就是固定互伫咧讲教会啦。阮就是即天就是固定伫即个所在。其实我甲大家分享的就是，阮就是望通过遮个努力，看见上帝的福音，看见上帝的教会会当行入社区，行入人的中间，亲像马街，亲像保罗，会当行入人的中间，为着福音来做见证。这个相片拢是阮过去伫学校所做一切。伫这个中间，阮有一个真深的体会啦。就过去这3冬，就是迄个体会，就是耶稣的心热，固底饼2尾鱼。为什么我有即款的体会？就是阮感受到讲，其实伫咧讲教会是弱小的教会。弱小是啥？迄时当我来到伫咱教会时因讲张牧师过去
常常咧甲因讲吼，咱教会就是安怎一个无有人无有钱的所在。这是亲像迄个锅底饼两尾鱼，敢若有诶是真少诶。但是我们也体会讲，虽然真少，包括空间，包括阮咧教会奉献当中有真侪诶困难，真弱小。但是主常常咧甲阮提醒讲，其实有时教会起错，毋是多甲少诶问题，是安怎？是阮愿意提出来个。太怎意思？当阮愿意提出来个，当阮提出来时吼，虽然真少，但是会当伫主的手中来真做安怎，互5000人食饱，就是真做众人的祝福啦。所以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2节吼，我想直接保罗也甲咱讲安怎，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啦，要必蒙悦纳。哦，毋是乃是照伊所有的，毋是照伊所无的啦。就是咱若是愿意做，就是迄亲像迄个锅底饼两尾鱼摕出来的，就讲主啊，我有诶真少，我实在是一个真有限软弱的人。但是安怎主讲，要紧，当你愿意摕出来，就要伫我的祝福中间来成做众人的安怎帮赞，来成做互人众人食饱的一个真重要的来源啊。所以我嘛要甲咱的众兄弟姊妹吼，来做伙，咱做伙来努力。就是我想，上帝已经互咱有真侪的稳定啦。但是咱要安怎继续徛伫即个稳定的中间吼？互咱虽然有诶真难，我的意思讲，其实阮的教会嘛足侪长辈嘛。吼，伊讲无事啊，我会当做啥？我有无亲像你较遮少年吼？吼，四界爬爬走吼，哇，因会当做啥？阮遮的长辈吼，我讲恁安怎？恁逐摆聚会安怎？恁逐摆聚会拢出来，恁逐摆聚会拢伫遐认真祈祷，恁逐摆聚会拢伫遐安怎？认真甲人关心哦，这就是对教会上好的安怎祝福？为虾米？阮足侪遮年轻的来吼，包括遮福音朋友来吼，因互因足受感动的就是安怎？就是看见教会遮80几岁、要90岁遮长辈安怎？逐礼拜吼提早来坐伫遐。祈祷、备办、准备心，看见遮个长辈安怎，安尼敬拜时吼，有诶阮较少年吼，敬拜搁安怎，搁徛伫遐，我迄长辈唱啊比因搁较大声，啊然后安怎，虽然咱诶长辈可能对敬拜赞较袂晓唱，有时唱出来可能音无讲足准诶，但是安怎，因唱啊足大声，或者会安怎，新来好朋友足感动诶，就讲哇，遮个长辈虽然因年老啊。但是因对伫上帝的热情安怎，会当互真做因真好安怎模范啊？对伫迄个上帝的认真，对伫迄个祈祷，吼，常常我伫教会，我即马佫甲福音朋友来，我拄信主的，我互因操练祈祷吼，常常拢是遮个长辈，互因看见讲祈祷就是安怎，就是安尼。我意思讲，其实咱拢会当通过咱所尽力付出的。来成做教会，甚至成做众人的祝福。虽然咱有诶真少，哦，这个相片是阮到伫总会吼，甲这个建筑师吼，甲北大当时北大董事长吼，来对伫阮建堂的签约。其实伫这个签约的中间，我心内有一个真大的感触，吼，就是安怎？我签约了后，我甲兄弟姊妹讲哦，哇，感谢主吼，咱开始建堂，开始踏出一个真重要一步。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共款甲你讲，教会上重要，毋是看会到的迄个建筑物啦，是安怎？是一群祈祷甲传福音的门道啦。咱为虾米要去做教会？是因为咱要安怎？真做有呼召的人啦。祈祷为虾米？因为耶稣捌甲咱讲安怎？我的殿要真做安怎？万民祈祷的殿嘛。耶稣也让咱就爱去招万百姓做伊的学生嘛。所以我用这两项，我想咱做伙来努力吼。咱伫南阳区，咱伫基兰这个所在，互咱的教会真正真做圣经所讲的，是一群有呼召的人，是一群愿意祈祷也愿意传福音的人。互咱教会通过咱所努力的，来互上帝的教会看见一个更较。不断看见上帝的作为伫咱的中间，
最后这个相片就是阮今年吼，阮有正洗礼的兄弟啦。所以咱看伊讲，感谢主吼，阮遮伫教会洗礼兄弟吼，真正就是阮开始有一群较年轻的，大概30-40岁左右的，也有查到囝儿较细汉，因为因的加入吼，互日顶间教会吼，开始安怎有一个新的气象啦吼。所以过去妇女联谊会吼，伊大概可能看到日顶间教会讲，哇，即群哪会遮少年？但是感谢主，我想就是互教会会当安怎？会当伫福音的中间，互教会继续行伫更新的所在。这个相片也是阮也开始通过，即为着一个兄弟来洗礼啦吼。即个兄弟的洗礼，阮也教会开始有一寡兄弟，也通过遮个较年轻的兄弟，吼来成做教会真好的同工。最后吼，我想就甲大家分享就是，阮拢来真关心伫顶教会建堂。这是阮的旧堂，当然阮也甲边仔2间拢买开，当然只有教会一半，所以未来阮会就这3间来做拆除甲重新起造。所以未来的升堂的这个设计图大概就是这个咱所看见的感谢主今年今仔日我想毋是要为着阮教会建堂奉献今仔是台湾圣安医但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我要大家分享的就是，今仔日咱的圣学院，咱要甲伊支持。为什么要甲伊支持？是因为安怎？咱仰望上帝会当一代搁一代起造甲备办上帝正中的罗卜甲同工，互因当因毕业的时来到教会时，因会当继续引带教会兄弟姊妹，继续成做一群祈祷甲传福音的人。所以为什么要甲圣学院支持？我想对我来讲，我嘛感谢主对我对神学院的训练，互我有机会带着即款的训练，即马伫日底间教会通过我过去所装备的，互教会迄个宣教的故事，毋是一直讲过去，是过去、现今到未来，迄个故事会当不断互人传讲落去。愿上帝祝福南洋教会，祝福日底间教会，互咱的教会。做伙伫即个所在，继续成做上帝结水的感情。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主，因为阮知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罗卜，成做你的同工。毋是阮比别人搁较高，毋是阮有搁较侪的经验，也毋是阮有搁较有真。厉害的温数，是因为主啊，你看重阮有一个愿意的心，你看重阮有一个回应呼召的心。主啊，你互阮的教会会当伫呼召的中间，伫回应呼召的中间，要看见上帝啊，你的作为、你的气力、你的权能，超过阮通想象的。主啊，我也伫遮来祝福。阮南洋教会的遮个正兄弟姊妹，阮上帝，你来使用南洋教会的正同工，伫牧者的带领的中间，互南洋教会，毋管伫未来的建堂，还是教会信仰的起造、福音的讲团，拢继续伫即个社区、伫即个所在来为主你来发光，为主你来成做迄个结水的脚者。互你的福音会当分享互搁较侪人，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用信息184首，上帝听叹，哪会遐大来回应上帝？因专享，请起立。我
属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同胎，对在撒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年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轮虎。第三日对相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光荣的教会，圣道的上空，随下面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感恩奉献，请吴承安执事、方美珍执事来书。请起立。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牧师的讲道，让我们知道彼此在神的殿中，我们要如何与神同行，来如何敬拜主，让我们的心能全然向你。我们将奉献一点金钱为教会侍奉所用，求主悦纳。我们将祷告到侍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请坐。这是要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出自《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来，阮做伙来读2遍，请。我做遮的，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我前书第9章23节，搁一遍。我做遮的，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因为今日我无受着单，所以可能无有心来无。牧师介绍一下。简问圣牧师的我大汉查某囝仔第2查某囝仔，我请因做伙来，请起立一下好不好？简爱简情啊，一个国中1年，一个国小5年级啦吼。欢迎。这是要来报告吼，请大家献到周报的第6页。本主日为
是台前奉献助力哦，感谢简牧师来代表台前来请安敬祷，吼。下主日是感恩节主日吼，所以是学堂早起9点半有一顿，礼拜后吼有准备爱餐，请大家留步。吼，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准备生来参加。搁一个是更生团契吼，每年有一个天使数的活动，因为今年有48位小朋友吼，所以一份礼物是350块，请兄弟为着这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12月21吼，要举行圣诞爱无限活动，昨有足侪人来吼，我看足侪同工来参加爱无限的活动吼，所以请兄弟为着社区的福音准备来做伙来传福音，吼。第5项是12月31吼，上尾一天拄啊好拜日，有一个年终的感恩祷告会，吼，欢迎大家来参加，欢迎你来做见证，吼，你要见证的人会当甲侍奉团的团长黄燕云姊妹来报名吼。第6项是请大家看，因为社青已经选出因满年的同工的名单，吼。集体交通的消息是，明仔有七星中会的中会议会，吼。牧师的代表，牧师甲张淑芬长老的代表教会前往吼。因为我家己是学校有课，所以我请假一届吼。搁有圣诞节的活动的，请大家过目吼，因为拢是咧差不多12月底的代志。咧12月初有圆山有一个圣诞音乐会，14咧市民生之广场吼，就咧这边吼，嘛有一个暗会吼。甲车灯的游行吼，到时12月再来公布，讲要安怎准备吼，安怎参加吼。阮教会迄个圣诞祷告会吼，礼拜的祷告泰泽祷告会是咧12月24号，有一个22有迄个圣诞感恩赞美礼拜。甲报佳音吼，甲爱餐啦，吼，24有一个泰泽的音乐祷告会，老师有要补充？兄弟平安。头拄有经有小我讲到一寡圣诞节的活动吼，咱伫咧即个圣诞节的即个部分，特别咱教会伫咧21，咱即个圣诞的舞会，咱邀请咱。所有众兄弟会通安尼拄好借着即个圣诞节的机会来咱即个咱今年特别改做下昼时吼，一个真重要，就是咱为着要安尼邀请到即个死所爱有限的遮个家庭，互因有机会通入来到伫教会。咱伫咧旧年也是前年，咱捌邀请因拢讲到一件代志，就是暗时对因来讲较困难，尤其有一寡长辈，因的咱视力也好，也是体力也好，吼，要伫咧暗时来参加较困难。所以咱为着福音的缘故，共款，照着今仔日甘牧师伊所分享，咱为着福音的缘故，咱刷咱的即个圣诞的晚会变做舞会，伫咧中间来邀请到遮个死所爱有限的朋友，因来到伫咱的中间。咱伫遐，咱甲因分享上帝的听，也伫咧迄个结束了后，咱后壁就煞招一个迄个那个圣诞的爱宴。了后壁咱有即个报佳音，
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吼。所以咱嘛邀请咱的会友，咱会通尽量来邀请到咱家己一直想要分享的。我昨伫咧青少年团契的中间，我嘛伫遐甲因分享，讲咱有当时咱真正毋知要安怎甲人传福音。一个真简单的，就是你邀请伊来参加咱的圣诞节晚会舞会透过邀请伊来到教会了，伊去感受到上帝的疼，也咱伫咧迄个中间，咱看见到你无熟悉的人，你欢喜甲伊伫迄个中间来分享上帝的疼，也伫遐来甲伊安尼咱讲甲伊交陪，互伊有机会进入伫教会，互伊了解教会是啥物货。主的福音是啥物货？互因伫迄中间会通领受上帝的疼，安尼就是上简单的宣告。咱透过安尼透过圣诞爱宴，甚至咱嘛会使邀请到咱的朋友讲，甲咱同齐去报佳音，互因了解讲啥物是报佳音。透过安尼，咱安尼一点一滴，互因就较亲像讲，简牧师伊头伫咧内底有分享着，伊做伊会通做，伊做啥？伊拄少年体力好，所以伊就陪遮个青少年伫遐骑铁马，去遐甚至去爬山，若要叫牧师来去骑铁马，就较困难，可能骑2、3个，我爱用扛，去用扛去病院去落嘛无一定，所以咱拢做咱会通做，为着福音的缘故，要互人伫迄个中间来去领受着上帝疼，就是安尼，遮尔啊简单。所以咱拢是咱做咱会通做，咱毋是做咱迄个袂通做的代志。所以搁一摆鼓励咱正兄弟，咱会通趁着即个圣诞节的机会来邀请着你一直想要甲伊传福音，但是你毋知要安怎传，来到伫咱的教会。咱也伫咧即个圣诞节，其他遮会包括着咱规个联导会的活动伫即中间有邀请联导会有邀请着咱的诗班，会通伫咧即个。28号献府的即个圣诞灯的迄个点灯，甲着即个宜兰市公所伫咧市民之声30号的圣诞点灯，请咱诗班的迄个成员，若是时间都合会好势，将迄个时间来拨出来，咱来参与。过来就是即个咱有2场的圣诞晚会是迄个联导会的圣诞晚会，一场是伫咧即个。20号，讲毋对，是迄个12月14有一个圣诞音乐晚会，迄个宜兰场的即个嘛是共款，咱迄个联导会期待讲，咱会通参与伫咧包括着迄个招待，甲着迄个那个摸彩即个时间，是有人有期待要做迄个后壁的迄个。跟进的工作，拢会通来甲咱迄个甲牧师讲嘛好，也是甲办公室讲嘛好，搁过来就是伫咧22号是有一个即个圣诞那个献舞场的晚会啦但是迄天拄好，迄天沿暗拄好是咱教会迄个我礼拜日迄是咱下早时的时阵，是咱有咱家己的赞美礼拜。暗时是有一个献舞场的迄个即个音乐暗会。咱24号共款有一个咱教会的传统有一个圣诞节的迄个，拄好伫咧24暝的时阵，咱的一个祈祷会咱嘛拢欢迎咱兄弟会通将这时间来记落来，了咱来参与。以上。是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你是创造天甲地的耶和华，主，阮感谢你。今日是台湾神学院的感恩主日礼拜，求你看顾即间神学院，互搁较侪少年人会当愿意投入福音的工作，互搁较侪人会当来。传播你的福音，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有一间教会来来敬拜你。感谢你借着马街有设立你这间教会，互福音会当咧来向平原
来传播。主啊，阮恳求你，11月、12月有济济的事工，恳求你，互所有的同工、所有参加的人会有好的比班，有好的服侍，特别借着这个服侍，互福音会当分享，互较济的人，互真正，互搁较济的人会当来到你的教会。主啊，当阮也要为着干你教姊妹，伊带伊发烧，求你看顾，求你医治，求你恢复伊的健康，紧紧会当转去厝的。主啊，阮也恳求你照顾李瑞祥长老、吴素琴老师，赐因有好的体力来服侍教会，来咧对内省来宜兰的路上，保守因平安顺遂。主啊，阮恳求你看顾李正芳兄弟，拍开伊的心灵，来明白真正的上帝，得到伊真正的平安。伊敢定定徛脚踏车出入，也求你看顾伊路上的平安。主啊，阮为着魏庄训执事甲伊的太太林珠为医生来向你祈祷，因为主位的医院咧彰化，主因定定爱宜兰彰化走来走去，求你看顾因一路的平安，互因会当紧紧有机会转来宜兰做伙来看顾即间教会，帮在即间教会。主啊，阮甲秀梅执事摆在你的面前，多谢你，互阮有一个赞美操的服侍的机会。恳求你借着赞美操，互搁较侪人会当入捌你的听，明白你的祝福。主啊，阮真正感谢你，今日教阮伫地，今日礼拜要煞，求你看顾阮煞去的骹步。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免。这时要来唱祝福的诗歌，信息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诗歌了，请牧师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免。咱用祝福诗歌，咱彼此来祝福。愿上帝更因你照伫咱，愿上帝更因你照伫咱，愿伊照光咱的路上，当咱是所带咱倒转，愿上帝更因你照伫咱。上帝听，因你行伫咱，愿上帝听，因你行
因你念的来。